大家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要开始今仔日咱的礼拜，请走啊！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理的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这时，咱三个来唱俄罗的诗歌，圣诗第32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的完全。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我主，我救主，我亲爱的完全，有你话语点的我心高眼望，何所有龙小度，和我心谦卑，救主高我谁和我。贝卡亚塞，贝卡亚塞，前贝卡亚塞，救主高挂塞和我贝卡亚塞，我主我救主变造我的故乡。有你帮助我归我修为心田，甘愿顺服我主龙我个位格，救主高我塞和我贝卡亚塞。
甲我说，予我背靠耶稣。我主我救主，求你施恩可怜，使我对他起个人，真正我心，为保有人求他，主我不减退，求主甲我说，予我背靠耶稣，背靠耶稣，全背靠耶稣，求主甲我说，予我背靠耶稣。阿门。请阮游玩徛伫咱同齐来做信用告别，书读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罪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上港来看启印文第48篇。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的气力，捌对啥人显示？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眼拔出来，亲像对大地拔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吸引咱。伊互人看轻，受人击杀。人看面无看伊，但中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庆查。配水，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的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互人牵起台，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挞。虽然伊无用暴力，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堆。总是上主的旨意，予伊受逼迫、受苦楚。因为当火烧，看到囝囝孙孙，过意来实现，
经过受苦，亦未看见。我伊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业。真礼品，因为伊放下性命到死，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下面，这时咱三家来压头祈祷。阮所敬仰阿爸爸上帝，愿要感谢你的听。阿罗你的性命，为着阮来做牺牲，伫家己的性命定伫死日的人。这款的救恩是世界人无会明白甲了解的。总是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但是主的听是永远拢袂改变的。愿主赐阮勇气甲信心，将这一生上好上水的祝福继续传扬出去，互需要的人会得到安慰，甲改变生活的目标。求天父上帝看顾同教会诚侪在前培养福音的花园，来保守每一位兄姐的灵命成长。诚侪期待的精兵，但今仔日要召开好会，愿好会一切进行顺利，嘛将咱身体欠安的兄姐，家伫部队当兵做兵日正的兄弟，出外工作读书的青年，拢交托伫你的面前，来守护因健康。出入别平安，愿安尼切切恳求祈祷，完全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看圣经。今仔要读圣经伫路加福音第21章5到9节。上帝话安尼记载。有人在谈论圣殿是用好酒甲奉献的物来装饰的。耶稣讲：日子会得要到，恁伫看的遮的一切拢会受到拆毁，拆甲拢两块石无啥拆。门徒问耶稣：老师，这个代志是啥物时阵会发生啊？这个代志要发生时有啥物条头？耶稣讲：着谨慎，毋通受迷惑，因为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来讲，我就是基督。佮讲时机得要到啊，恁毋通答应去。恁听到战争佮暴乱的消息，毋免惊赢。这个代志一定会大成发生，不过终局要随时到。耶稣继续甲因讲：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国家攻击国家。有大地震，真侪所在有饥荒甲瘟疫，阁有通惊的景象甲大成业。对天顶会出现，这个代志发生以前，人会甲你掠迫害你，甲恁交互会堂起到监狱，你会为着我的缘故，互人掠去君王甲总督的面前。这个是恁最见证的机会，所以。恁的心就抓好定，免想要怎样辨明，
因为我要赐恁口才甲智慧，互恁伫对敌无一个为对抗，也是反驳。连恁的爸母、兄弟、亲族、甲朋友嘛，拢甲恁出卖，恁中间有人会互因害死。恁袂因为我的名，互众人怨愤。不过，恁连一句头毛拢袂失落，着忍耐，才会得到性命。这时，咱来请圣乐队来唱圣诗俄罗，祝世平安。今仔日牧师的讲题是忍耐得保守，忍耐得保守。大家平安。观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虽然路口看起来有日头出来，总是
无晒到日头，就感觉小可酸冷、酸冷。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你若愿意，你若勇敢，你会当你边仔的人握手握到，互你的手烧起来，迄个人为止。小等者哦，你若人若无要甲你握手，不要紧吼。咱若感觉危险吼，莫握手哈。总是对今年开始，我会请大家练习这项代志，因为咱已经互这个疫情影响到，互咱惊甲别人有接触，所以我会请大家练习这项代志。换一句话来讲，握手的人爱有牺牲的把握啦吼。就是讲，好啦，我就是染着嘛，不要紧，安尼，了解我意思吼，吼，总是人若无甲你握手，毋是无礼貌啊吼，是表示讲，我即摆可能小可危险，可能先莫握手较好哦吼，了解我意思吼，好，握手握着迄个比你的手较小的迄个人为止，安尼会使袂？若袂使，不要紧，你会当甲别人讲一点温暖的话，互你边仔的人吼。心会当烧起来，请开始好不好？请开始。这回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赏赐，互阮通做伙伫你的殿堂内底来领受你的话，求上帝的听，甲阮做伙伫地，你的平安赏赐互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行秋，伊的希伯来文是杀价，其实甲日本清酒的杀价发音真类似，总是行秋。这字伫希伯来文内底，不只是指行秋，伊也指保守、看守、警醒、认真地来看，认真地来看的意思。所以耶利米书第1章的11节到12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看卖啊，这节吼，这真趣味，这叫做 wordplay。上帝话伫经内底有2字是共款的，总是头1字爱解说做行秋，第2字爱解说做警觉甲保守。咱做伙来读看卖吼，来。上主对我讲：耶利米，你有看见啥物？我应讲：我看见一支行树的树枝。上主就讲：你看了着，我不时警觉，要互我的话实现。所以这叫做 wordplay。伫圣经内底其实时常有这种，就是2字共款，但是随上指的其实是无共款。换一句话来讲，上帝互先知看见行树，上帝要透过伊看见的情形，对伊讲：你莫想讲上帝已经走啊，上帝无甲你做伙伫地，上帝并无离开，伊拄拄认真咧仔细看伊的话。是毋是会实现？所以时若到，代志会亲像伊所讲的来成就。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基督徒的毋忘，因为咱亲信，那咱伫伊内底，伫伊内底忍耐是无毋对，有时阵咱来忍耐，必然会得到上帝伊来固守。警觉、甲保守，这就亲像今仔日咱所读到的这个经节。当主耶稣伫圣殿内底
咧讲论的时阵，路加福音21章第5节是安尼讲，请帮我翻，对，再下去，对，好，来，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有人在谈论圣殿是用好石加奉献的米来装它的。犹太人认为耶路撒冷圣殿是世间上上神圣的所在，因为伫主前2000年的时阵，就有人伫这个所在开始来献祭。当所罗门王伫这个所在起造圣殿了后，量记上卷第9章第3节，上帝是安尼讲的哦。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伊讲：你伫我的面前祈祷恳求的，我拢有听到。我已经将你所起这间殿分别做圣，做永远敬拜我的所在。我的目睭。我的心嘛要不时伫遐。上帝其实讲啊真清楚，总是上帝的这段话，却互信仰上帝的百姓认为耶路撒冷圣殿有至关无上的地位。主前586年，巴比伦攻入耶路撒冷圣殿，规个。互因来摧毁，直到所罗巴伯转来重建圣殿，所以这就被称作第二圣殿。所以之前迄个圣殿已经拆无去啊，结果第二圣殿起来。罗马帝国统治的初期，将犹大就交予大希律王来治理，总是犹太人。拢看轻希律王是安怎？因为伊血统无正。简单来讲，所以犹太人，这个血统无正的人，既然伫遐咧做王呢，对头到尾拢来看轻，直到大希律王伫公元前19冬，为着要互犹太人接纳伊做王，所以伊就开始请人。来修建圣殿，所以这当然是不是登起哦，是修建，所以是第二圣殿修建。一直到主后，有人讲是64年，有人讲是66年为止。所以这修建的，大希律王咧修建圣殿的时，其实就是伫主耶稣。伫这个世间的时阵，当时这间圣殿被称作古代世界7大建筑新业，或是奇迹之一。因为埃及金字塔上大的石头15吨，15吨啊吼，15吨。总是耶路撒冷圣殿山挖出来的一粒奇迹。重415吨，换一句话来讲，比咱看到的迄个金字塔，咱今仔各会当看到吼，金字塔迄一粒15吨，大400倍，一粒尔。所以，不管当耶稣伫圣殿内底咧讲论的时阵，边仔的人拢讲：哇，这间圣殿是好石呢，大石、大的建筑物。主耶稣身躯边的人咧学了这间圣殿，这间圣殿在迄时阵就亲像101大楼同款。所以。然后，佮讲起这个工厂用人所献的黄金，就放伫迄个圣殿的门徛顶头，金拿搭起哩，做砖塔。伫主耶稣迄个时代，无人会对这间圣殿咧修建圣殿持负面的态度，也是看法。所以。耶稣说来回应的话，互人着惊。
是安怎？因为耶稣一日听了这个话了后，伊是安尼来应答。路加福音21章第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日子得要到，恁得看会正的一切拢会受拆毁，拆甲无两块少三塔，小塔小塔。耶稣有言，即间遮尔大、遮尔水的圣殿要受拆毁，然后主耶稣讲了真清楚，搁我的主要代替即间圣殿。约翰福音第2章第19节，主耶稣安尼讲，请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应讲：恁拆毁即间圣殿，3日内，我要搁甲伊起起来。换一句话来讲，主耶稣已经讲了真清楚，搁我的主要代替即间圣殿。所以今仔日，当咱伫基督内底用基督的心，伊献上敬拜，伫任何的所在，吟诗学乐上帝，遐就成做圣殿。因为咱拢知，搁我的主已经代替圣殿啦，真简单，就是安尼。总是这个有言，也真做主耶稣，互人受审判的时阵，互人讲白贼要的证词啦。这个有言也真做耶稣受审判的时阵，互人污蔑的证词。马可福音第14章58节，有人是安尼伫耶稣审判的时阵去遐做见证。有人安尼讲，阮捌听见伊讲，我要拆毁即间人的手所起的圣殿，3日内要搁另外起一间，毋是人的手起的。对遐个位伫圣殿，因为圣殿来得到权势甲金钱的人来讲，耶稣的存在严重来威胁因。所以，因急要爱除掉主耶稣。总是虽然这个证人，伊讲白贼，伊互相矛盾来失去价值，总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因的话嘛有几分的真实。因为确实，照着人手所起的，拢会毁灭，敢毋是咧？迄座毋是人手所起的圣殿，才会真正留地，才会真正留地。总是学生甲群众，因是相信耶稣的人，所以引导下面的问题，引导下面的问题。路加福音1章第7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门徒问耶稣老师。这个代志什么时会发生？这个代志要发生的时，有什么条头？好，什么时发生？耶稣无回答。总是这个时，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耶稣答应讲有一寡条头，所以耶稣是安尼应答的。路加福音1章第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讲：要谨慎，唔通受迷惑，因为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来讲，我就是基督。佮讲时机得要到啦，恁唔通缀因去。好，头一个吩咐叫做唔通受迷惑，这就是主耶稣第一个咧吩咐咱的。当出现真侪迷惑咱的话术，特别针对基督徒，亲爱兄弟姊妹，这就叫做记号，也是掉头。有一寡人用假教义来欺骗人，甚至称家己
叫做基督，搁较讲时已经到。当咱听到这个话的时阵，爱真细意哦，请爱真细意。就亲像咱行出桃园火车头边仔，就有耶和华见证人。我毋知影咱有经过几遍的车头，但是车头边仔其实拢有徛人，边仔因是耶和华见证人会。咱爱知影一项代志，上主的正读音早就失传，所以之前6世纪当犹太人互人灭国巴比伦把因掠去了后，因毋愿伫对敌的面前称上帝的名，所以因若看到上帝的名，就拉讲阿多乃。阿多乃的意思叫做我的主的意思，所以看到迄个名叫做我的主。是安怎？因为十条诫的第2诫就安尼吩咐，敢毋是咧？所以因就遵守这个规则。10条诫的第2诫，毋通人生称呼上帝的名，对无？因就遵守这个规则，所以总是伫抄写经文的时阵，将阿多乃因就抄写伫这字有可能叫做亚伟的顶头。提醒人，你若看到这字，就爱读顶头叫做阿多乃，我的主，信用告别。看到这字，就信用告别，我的主。总是到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学者无了解犹太人尊重上帝的名、敬虔的精神，翻译的时阵直接将这2字合起来，就翻做照音标来读做耶和华、耶和华。咱听有意思，这叫做历史造成的误读。所以，咱若读到，只要是上新的译本翻译本，拢直接来翻译做上主，无翻做耶和华，因为迄是历史顶头的误读。这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人，连历史造成的误读这款的事实，拢毋愿接受。安尼，你要见证啥？你要见证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虽然和合本依然照传统翻译做耶和华，总是咱爱清楚知影，耶和华毋是原底上帝名，迄是历史造成的误读而已。事实上，就凭马太福音24章27节，迄个中文翻译就白出讲基督会因为安尼来出世伫东方，这个号称叫做东方圣殿的全能神教会，搁较无值得来提起。做基督徒，若毋知影无读过圣经，圣经耶稣已经甲咱讲啊，伊已经甲咱讲，听到这个毋通受迷惑，偏偏就真侪人受迷惑去啊。路加福音21章第9节，咱刷落去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恁听到战争甲暴乱的消息，毋免惊吓，这个代志一定会大声发生。毋久，终局会随时到。2022年旧年2月24号，俄罗斯突然出兵乌克兰，发动真做2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规模上大的战争。到今仔日19号，这要一冬啊！犹原也未看到要停止战争迄款的现象。
路加福音21章第10节到11节，搁说落去，咱搁来读这段经节，再来读来。耶稣继续甲因讲：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国家攻击国家，有大地震，真侪所在有饥荒甲瘟疫，搁有通惊的景象甲大饥热对天顶出现。犹太人真惯习用迄款表达方式，民攻打民，表示人群，即群会攻击迄群，然后国迄原文国尔吼，国家的国啊吼，国攻打国，国表示政治体制。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咧讲即群会对着迄群，即国会看轻别人的迄国，即国的政治体制会看轻别人的政治体制，就亲像台湾拿甲日的对抗，或是对方家己学了家己讲中国有制度的优势。2023年2月6号，就是咱拄过去的3礼拜前，土耳其发生地震，然后对2020年1月底开始，这波流行到全世界的瘟疫，看起来这要煞，总是到现在已经3冬啊。总是主耶稣咧对咱讲，就是战争，就是地震，就是瘟疫在发生。信伊的人爱安怎？毋免惊吓。信伊的人爱安怎？毋免惊。这个拢是记号而已。上帝的时间还未来。犹太人认为这拢是上帝的审判，这个灾难叫做上帝的审判。甚至基督徒嘛有真侪人认为这叫做上帝的审判。总是请爱的其实，主耶稣爱咱，毋是伫边仔看好戏，用讲哦，这叫做上帝审判，即款的态度。伊爱咱，毋是要听候灾难来临，是看清楚，这叫做上帝的调头。换一句话来讲，这是伊的记号。伫每一件灾难的背后，咱爱看清楚上帝的心意是啥物货，这才是咱上应该关心的。就亲像最近真侪人伫电视机头前在看大地震，互人救出来的人，救出来的迄时阵，就点点流落目屎。对基督徒来讲，这叫做圣神，互咱挡袂牢的怜悯。对基督徒来讲是安尼，所以咱毋愿看到灾难发生，阁无应该伫遐无缘故来感谢上帝，讲互我逃过即灾，毋是安尼，是爱咱爱祈祷恳求上帝怜悯。以及刷落来，伊检采要找咱去，重新阳光甲更新的过程，这才是上帝爱咱伫这个灾难的面头前所关心所做。路加福音21章12节到1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这个代志发生以前，人会掠恁、迫害恁。甲恁交互会堂甲监狱，恁会为着我的缘故，互人掠去君王甲总督的面前，这个是恁做见证的机会。耶稣的预言刷落来，指引初代教会甲基督徒，就亲像上帝的应允，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来完成。对伊的人嘛，必定会行上同款受苦的路，主耶稣鼓励军队伊的人，着用忍耐的态度面对迫害。伫看起来
上大的危机迫害的面前，那因为伊的名，互人带去君王面前审判。主耶稣咧对咱讲，迄就是咱做见证的时阵。咱爱安怎做？路加福音21章14、19、15节刷落来，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恁的心着掠好定，毋免先想要安怎辨明，因为我要使恁口才甲智慧，互恁会对得无一个会当对抗，也是反驳。耶稣的预言伫使徒行传内底应验。这个使徒因应验，就是耶稣离开，人子无在场，并无代表伊无使互咱困难来面对。圣神要帮助咱，然后伊要伫咱的见证的内底，甲咱做伙伫地。对1974年开始，朱耀明担任香港台湾浸信会牧师，直到2010年的1月，总共伫这间教会牧会36档。最一开始，伊只想要实践主所讲为人加行一里路，总是因为关心社会的边缘者，加入香港近年的政治动乱，正做占中环3个人其中一名。所以占中环这个运动，其中一个就是牧师。就亲像伊伫2019年4月9号，因为占中环这样代志受审，伫法庭答辩书顶头安尼讲，伊讲这个运动本来是一场公民觉醒的运动，毋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出来贡献家己，表示决心，更加毋望会当叫醒这个官僚的良知。伊相信无公义就无平安甲和平，所以朱牧师将法庭当作伊报道的所在，引用这节圣经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圣经。以赛亚书32章第17节，做伙来读来。公义的功效是和平，公义的效果是平静安稳，直到永远。伊刷落去安尼讲。那法律只用作维护关系既得利益者，制度肯定不法甲报道霸凌，那安尼，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就完全无存在。无权无势的人就成做法律制度的牺牲品。搁进一步，政权只会借着国家安全的名义，用迫害、流放、凊彩、掠人、刑求、强迫、失踪、迫害、暗杀，来维持所谓的和平。2019年到即摆已经过4档。朱耀明牧师伫法庭顶头的见证，亲像预言同款，伫香港这个社会来真做真实。主耶稣提醒咱，除了这外在迫害，有时咱阁会面临亲人、朋友的伤害。路加福音21章16、19、17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连恁的父母、兄弟、亲族、甲朋友，嘛会甲恁出卖。恁中间有人会互因害死，恁会因为我的名，互众人怨恨。咱来知，当主耶稣安尼讲的时，伊已经知影，伊会互伊的学生犹太出卖啊。伊的话是预言，嘛是警告。总是伊爱咱知，
因为伊的名虽然会互人万分气散，上帝要甲咱做伙伫地，因为伊刷落去安尼应允咱。路加福音21章18、19、19节安尼讲。不过，恁连一支头毛拢袂失落，着伊要对咱讲，是咱每一个人未来拢会拄着真实的挑战，就是安尼，就是伫遐个混乱黑暗的日子内底，毋免烦恼，主已经甲咱做伙伫地，伊要赐圣神，互咱有智慧，伫应该讲话、应该见证的时阵来面对。初代教会教父特土良，伊安尼讲，伊讲顺着正的话是教会宗旨，所以请毋通照字面来读。这段话应该搁较亲像主捌讲过的迄段话。路加福音第9章第24节，主安尼讲：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的缘故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伊会救着性命。主后70年，罗马的大军就杀来到耶路撒冷，围城4个月。伫迄年的7月份，提多就带6万的罗马兵攻入耶路撒冷，互当时来到城内过节的10几万人，大部分的人拢死伫内底。圣殿也做伙来拆甲无去，就亲像主耶稣所有言的，只剩一堵西墙。今仔日，咱就称伊做靠墙。亲爱兄弟姊妹，迄时6冬前，或是8冬前，众人学了讲好起了偌水的即间。拄完工的耶路撒冷圣殿，结果耶稣迄时的预言真正成真。耶稣的预言就成做一个记号。随上，亲爱兄弟姊妹，教大各有基督徒主张要转去重建圣殿，真正头壳歹。什么是圣殿？咱爱真清楚。真正的圣殿是伫基督内底，是伫各我的主内底。咱若愿意，无论伫什么所在，用祈祷、用敬拜，遐就是圣殿。上帝的圣殿，将来毋免用黄金来装它。上帝的圣殿伫遐，只需要真实的献祭。什么叫做献祭？希腊文的解说叫做为着得到更较好的只好牺牲。就亲像我真爱看棒球的比赛，当棒球比赛的时阵，有人会做牺牲短打、牺牲短打，为着要互头前的人会当安全上到第2垒，这叫做牺牲。换一句话来讲，希腊文的解说，敢若是即款的意思，讲的人我死去不要紧，互人会当继续进前。希伯来文的解说是献祭，是带人甲上帝更较亲密，过更较亲密的关系。所以，请毋通袂记起咱的任务，咱来到圣殿，咱若要互这个所在真正成做圣殿。不只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尔，是要带人甲上帝更较和睦、更较亲密。2019年6月22号 ，BBC 英国国家广播电台的报道是安尼写：过去2礼拜，一首基督教圣歌就出现伫一个平常无可能出现的所在，就是超过100万。示威者占领的香港街头，为着抗议香港
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香港人发起最场的示威游行。游行的队伍内底，哈利路亚 to the Lord 这条歌，新哈利路亚 to the Lord 这条歌，就成做示威者挥光官方的主题曲。实际上，对香港的基督徒来讲，这条歌表示因的信仰，同时也体现出因烦恼的是这条条例通过了后，有可能带来政治风险，因的宗教信仰也随时会无去。根据当时的香港法律，伫公开的场合举行宗教活动是合法的。换一句话来讲，当时所有的人若做伙唱这条歌，就诚做保护大家的保护伞，大家拢做伙伫遐得到平安。亲爱兄弟姊妹，是点彩这种平安是暂时的，总是我认为，伫迄个时刻的香港街头是真正的圣殿。现今咱所面对的，不只是政治、经济甲社会，更加是信仰真实的威胁。当危险黑暗的时刻来时，亲爱兄弟，请问咱当准备好势啊？当愿迄个时刻来时，咱通伫伊内面忍耐，得到保守，同时就亲像初代信徒共款，有机会咱通伫遐来见证主。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实在有限；你也知，阮确实活伫你当初所预言、所讲的这个世界内底。求上帝帮助扶持。你知，阮是一群求讨平安的人，总是阮知，这个平安袂当寄望任何的关系所出的话。这个平安只有寄望伫你，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互阮对你来得到平安。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我心。这时，咱三家来吟圣诗第603首《上帝做咱重要要塞》。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上帝最难安全要塞，坚固也这个定位，感人困苦别困巴结。主为咱们的地心，暗色君王献起，一整个给己，谁人虽然永别，别我高了民间，救主在。
我的心。啦啦，我口家己念念，念必是把无离耶。他在因主为难高者，天北黄土掉永间。因主到地下浪，耶稣基督的名，万军的主宣讲，一切都已不义，高天地的我生命，魔鬼虽然骗我世界，世界加油吞艱難，咱心主在絕對面行，救主將來本當呀，暗世君王惡道，生命是在向惡，以被橄欖下代，高位以主為在，上帝主下以主拜，上帝親手所寫的話，為要感謝魔鬼嘅。安息君王雖然龍冠，本下唔准已經還。雖然咱的情郎，在面是命大行，已經渺小地位，弄好魔鬼手去，上帝剩下會袂記。请坐，这时来奉献，请张春燕、黄文光两位执事来示献。
在报告之前，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耶稣应讲：恁拆毁之间，圣殿3日内，我要互伊起起来。约翰福音第2章19节，请。耶稣应讲，拆毁这间圣殿3日内，我要互伊起起来。约翰福音第2章19节，请咱掀开咱的周报，第1页是咱后礼拜的侍奉人员，甲咱的周间聚会主日的上课时间，请家己来看。第2页有咱的小组聚会，嘛请大家来踊跃参与。顶面还阁有顶礼拜咱主日奉献的名册，来请咱大家来注意来看卖，若是有错误，往咱的办公室来接洽吼。第3页，本主日今仔日要召开2023年的好会员好会。早时小会员已经审查名单甲董事会联合的会议，下晡12点半，在伫701的教室要来召开部员会议，请部员来出席。而且先来讲一下，后壁遮还阁有咱的名还未签名的咱的兄弟，请你。那么呢，去后壁遐去补你的签名。后主日2月2日，行政部伫12点半，伫6楼办公室嘛是要召开行政部的会议。教会消息：夫妇团契3月11日要前往金山青年活动中心厝外活动，早是8点要出发的。每一个人800块，请伊来甲大家同齐出游，向咱的会长黄文正会长来报名。2月2日中昼进前，请咱遮也未将咱成绩单交予咱教会遮主要的老师，也是团契。遮学生将你的成绩单吼较紧交出来吼，咱这要截止要来申请啊。教界的消息，教社部伫2礼拜的活动，遮有一个观赏流麻沟15号，伫2月25点伫嘉南教会下晡2点的时，请大家。会使前往去来观赏。咱的妇女团契公道日3月3，就是早时9点半要前往圣地长老教会来举行参与，请咱的姊妹会当去甲向咱的会长潘桂娥会长来报名。商联部则嘛有出游，要去前往日本。遮一寡所在若是故宫的行程，所以遮若是有意爱的人，向咱的蒋华芳甲检小组技师来报名。教务消息，遮有3间教会目前要就任，请大家来代祷，遮有咱。前牧师陈根志牧师，甲鼓山教会新的牧师肖文杰牧师，泰安教会的牧师郑博文牧师，搁一个新的团队嘛是要服务，请大家来关心。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2项代志。头一项，咱来欢迎
丁伟杰全家吼5个人对香港来到台湾旅游，像是因今仔日伫咱中间来咱用拍破声来欢迎因伫咱中间吼。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愿上帝安慰也临在伫咱每一个人，特别是咱不管去到倒位。第二项代志，我要补充报告的是3月11号迄天，咱的教会有甲这个向南教会，相连教会有合办一个儿童少年的教育的研讨会，所以要邀请咱后礼拜这个报告就会放伫咱的报告消息内底，所以要请咱大家迄天夫妇团契虽然有出游。总是若无出游的，请咱兄弟姊妹若有兴趣，请咱做伙来到遮。咱是这个新德中会伫塘区，也是新德中会唯一的举办，就是甲双连教会做伙用线顶来做伙合办的讲座。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透过咱所做来荣耀这世代，荣光这世代的。咱的教会加儿童加青年，刷落去，咱就要线接来举行会员贺会。伫遮我要先声明，就是讲咱中间若有无伫外口签名的报道的，咱要用签名报道为准哦吼，这个人数为准。所以我要请咱的书记，互我知影，即摆目前签到的人有偌济吼。我知一下，请摕来互我。我也不抢，安尼是偌济？安尼是偌济？咱逐段到来的时阵无签名的，在场拢有吼。有人祝福这个举手吼，爱加2名吼，爱加2名，安尼全部偌济？100，好，安尼好，117，13，115啦吼，115，好，115。好，咱逐段已经清点照咱教会的行政法，选举规则吼，咱的。这个应教是187人，然后实教咱目前实教是115人，所以咱若要开会有先会，所以咱拍破啊来学了上帝，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阮，互阮召开好会，做伙关心阮教会一年度所有的事工，求上帝引带。互好会的进行有上帝你特别的陪伴，主阮知，不只是这个时阵，阮要关心阮教会各肢体以及今年度的事工，阮知，阮也爱用祈祷来仰望，求上帝帮助扶持，互阮所做下主心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即时咱要来点名了后，咱要来请咱的书记、社会书记来确定议事了。用国语台语。用国语就好，用国语就好。请咱掀开第11页，11页吼。点名了吼，11页。11页是。是点名的啦。对。按我要小会的那个议事。小会的议事录来，第4页。我们请季平长老来用华语来读哈，来用比较习惯的语言。好，咱的和会的议事会记录伫第4页，加2022年的记录。我们的议事里面第2条议事有3个法案在这里。第一个是接纳各部的施工报告，全体举手表同意接纳。第2个是接纳法案是110年的决算及
这个集是那个集是111年度之预算案。那议决是由蔡志勋来提议接纳，尹立芳复议，全体举手同意接纳。第三个法案是选派本年度110年度的检账委员会委员。那么议决是由温立竹提名朱美玲、黄淑慧连任2人为检账委员，简呈复议，全体举手同意接纳。好这个议事的第2条，那个接纳102年度的决算，甲111年度的预算案这个记录的更改以外，倒有啥物货需要搁更改的无？是。若无的话，咱就若有较认，我要请咱来举手来较认这样代志所以有赞成的请举手好无？好，多谢。好，这时要请咱来掀开第1页的所在。真侪人拢毋知影，咱去年都牧师定的题目叫做“回家”。随上今年其实嘛是回家，简单，总是今年更较要强调的是，转来一个有救恩甲救赎的家。所以要请咱爱会记住，咱爱真做一群受救赎的百姓所献出来的迄款的关系。所以咱会有几项的行动。今年度咱要毋忘礼拜更新以外，嘛毋忘会当有举行家庭礼拜。所以我已经呼吁几啊遍啦。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若会使，互我知影，详时会当来到咱的家户举行家庭礼拜，甚至会当来举行圣餐礼拜。因为我知咱教会有真侪兄弟姊妹可能因较无法度来到咱中间，所以我嘛毋忘会当去到厝里，甲咱做伙来圣餐。透过圣餐礼拜，透过小组的强化，透过祈祷的小组推动祈祷的小组，毋忘互咱的教会灵命的更新，以及咱做伙来拍拼，互咱的教会伫即几项，特别是疫情以后，通得到搁活。求上帝帮助扶持，互咱活伫伊的内底。这是今年度的主题、目标、行动甲时间。我无要加讲，因为我拄已经伫小会讲过，我讲上台的人爱讲2分钟，2分钟讲了就爱落台，所以就是安尼，剩的咱家己来看就好。这时咱来掀开第15页，续来我要请小会来报告。小会报告，伫遮有看到咱去年甲今年的组织、教会的组织，甲各团契的首长人员，还佫有遮有洗礼、有成人席、坚信礼、小儿席，甲遮3项信仰告白没有人遮有名单写个顶名，抑佫会籍有迁入的有7名。迁出的有4名，别市的有1位，安尼，这是15页的所在。16页掀开16页，16页是咱小会记录重要的代志，就是伫去年这3档拢是疫情当中，所以去年伫2月初6开始，才恢复实体的礼拜。过来第3条就是7月开始，咱的礼拜改成即摆的状况，就是第1场是台语的礼拜是对9点到10点半，
第二场是华语的礼拜，是对11点到12点15分。即马原来拜六青年礼拜暂时是停止的状况，所以规划中间咱休困时间伫11点到12点半的中间，咱有小组成立小组人来参加，最少一个小组，才以咱的中节来做带领，每一个小组最少会使有2位中级同工伫内底。过来第4条就是4月15迄天，咱北一区联合礼拜圣餐就是受难周吼，迄当阵就是伫咱的教会举行，才有服侍人员派伫内底请大家来看。过来就是咱记录当中有咱逐年下半年8月时会推出咱的名册甲名单，就是要选举中级的改选，所以8月会推出这名单，10月初二咱就开始选举，迄支咱就选出2位长老，6位执事，还佫有推出2位来接财务部的处长。小会决议伫915次的会议当中，决定实施从今年的2023年开始，我们的执事改选人数改为取5名，以前拢是6名，即马改5名。好，过来17页，这嘛有一个重要，就是改变，就是教会伫财务部遮有做一个系统的改变，甲小的改变，就是为着互咱的小搁较清楚、搁较方便，甲咱的系统来相结合来同齐来处理。这以上就是咱还佫有就是伫牧师无营当中，小会有决定来邀请主德长老甲咱吴佩慈牧师来到协助咱的讲台来讲道。还佫咱的8区的小组内底有增加改变3组，有3位新的区长伫这内底，这咱的小会的记录当中内底拢有。第12条，这就是去年咱圣餐当阵所会记录的人数，这请大家来看。过来17条，就是咱小会员开会有出席的时间，较有准时出席无？好，以上报告。好，多谢。有啥物人要对小会的议决，还是议了有啥物款的问题也无？若无，咱多谢小会书记吼，咱下面来请中执会，咱来掀开第18页，来请归因指示吼。请唔通逐条拢报，请择要报道，最好1、2条就好。剩的咱家己看就好。2分钟哦。平安。中执会报告是伫18页到19页，18页才有2022年的组织甲2023年的组织吼，加请遐这家己来参阅吼，佫有阮开会时间，中执会开会时间是伫个每一个月的第一主日的中昼12点半吼，这是2023年的时间吼。2022年重要的祭祀吼，咱伫9月份，伫去年的9月份，咱有开始恢复主日的爱餐。伫个遮咱看19页。伫个遮，咱有推动奉献证明的电子化，甲设置8区关怀的网。咱阁有推动教会小组，咱目前有18组。伫个第4点，遮有2022年中执会出席的记录表吼，遮嘛请兄弟家己来看。
以上。多谢。对中执会有啥物款的问题还是疑问也无？好，若无咱多谢咱中执会书记来请财团法人董事会。咱现在第20页。第20页，董事会这报告一般主要的职掌咧看20页，重点伫21页遮有几个事工，就是讲长荣妇产科甲统一超商会续租。第4个呢，咱有通过讲咱教会超过10年以上的会计凭证，会计凭证大家同意销毁。然后呢，根据市政府发函互咱个人资料的保护法27条第3项规定，咱有来定定咱家己的保护的规则，然后呢，报去汤区公所这个个人资料的保护法，所以咱有一寡程序拢有一寡改变，会感觉会较麻烦，但是咱是根据咱即马上新的法律。然后第7点呢，就是讲咱的法人内底的资产，共款是1992年的资料咱会计师来建议咱爱来重新来鉴价包括咱这栋大楼甲破坏楼咱有一个公务重新来鉴价，咱要做资产的重新来评估，然后拢通过了，咱来报去法院报去区公所以上报告。好，多谢。关系财团法人有啥物款的问题要问无？还是要了解？若无，咱爱多谢财团法人董事长刷落去，嘛请文明长老阁继续因为刷落去是传道部。传道部报告咱看到22、23咱家己来看，这组织我就无搁详细报告。25页遮25页大家嘛有感受到咱礼拜时间的调整运作到即马咱感觉真顺遂啦虽然有少几个缺点，但是咱大部分拢咱的会友反应拢是真感觉较适合，感谢主。第25页的第9项第7项、第8项，只有工作重新订定重新订要做啥物中级要做啥物代志尤其是伫礼拜时阵。第8点遮咱大家有感觉有新的一个改变就是有共款有小组，共款有8个区伊发展的策略，有的人感觉无啥清楚的所在，你详细来看遮拢写甲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我就无搁详细伫遮来说明。好，现在第26页这有总共有18个小组18个小组然后第11项这咱即马迄种野外礼拜伫旧年嘛小可有改变来分小组分区来各自来举办这阵第11项第11项遮拢有详细。咱今年拍摄嘛是用同款的类似的方式来推动无讲全部做伙处理啦咱用各小组来推动。伫圣歌队甲敬拜团的服侍咱圣歌队伫7月3号来开始来献诗老华乐团伫个华语场礼拜咱固定是第二礼拜甲第4礼拜华语场华语礼拜有这个服侍的同工。然后呢，最后伫27页的15点遮圣诞节系列活动咱会当详细来看有几项有改变的所在，就是咱的点灯来改变讲做烛光祈祷会烛光祈祷会伫个拜六的暗时，然后报佳音的方式比方或者毛小可有更新然后暗会，咱今年的暗会呢继续有真侪检讨的所在今日在整个圣诞节的活动，咱有做一个通盘的检讨，咱做无好势有欠缺的所在，咱来补充。咱今年希望讲有一个更较好的方式针对新朋友、针对传福音等等跟踪这个。那圣歌队遮我分到31页，先到31页一个圣歌队遮啦这个圣歌队遮咱今年嘛有请到王文印老师来到咱的圣歌队遮甲敬拜团遮来服侍来帮衬咱做事工。32页敬拜团伫
伫咧花语唱礼拜，第2、第4礼拜毋茫讲咱今年搁啊一个突破，搁啊一个突破，会当邀请搁较侪同工来甲咱来当中间整个影音家影音家顶礼拜嘛有真侪检讨的会议有进步，希望讲伫咱新的一年了后，新的一年有真侪会当来改善的所在，以上报告。好，这个咱大大小会已经有小可决议过，就是讲传道部这边就是连线歌队甲敬拜团那假使咱有啥物款的问题，会当这个时阵问无，阮就无搁另外请线歌队队长甲敬拜团团长起来，阮就无另外请。咱若假使有啥物相关的问题，请咱来看到第33页的所在。有啥物款的问题当问？若无，咱要直接来进入教育部。多谢，请教育部的部长，请咱来掀开第34页，第34页，第34页，教育部共款。教育部属下遮各团契的首长，阮嘛无搁请伊起来报告，教育部会做伙来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教育部则报告有关这个教育部的组织请咱看咱的手册34页，34页内面有2022年甲2023年整个组织的改变请咱家己来参阅。38页到50页是各团契的事工的报告。我先报告2023年教育部事工最主要部分，咱会继续推动圣经研读的查课咱多谢这个美智执事伊去年嘛已经有举行整个这个牧神装备群组啦伊成立一个群组大家伫线上会当来查课。研读圣经今年针对这个部分，咱会伫每周的拜四暗时8点到9点的时间依然是线上查经线上查经欢迎各位兄弟会来参加顶半年咱要为3月到6月，下半年是9月到12月顶半年要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这是教会历史的部分下半年9月到12月要读撒母耳上下卷这是嘛是旧约教会历史的部分除了这以外，另外就是信徒的装备咱会针对读经的态度甲信仰生活实践这个部分，教育部会安排系列的这个教育的课程啦另外就是针对2023年咱新旧任的长级甲团契首长咱咧。举办一个研习会正有咧甲即个郑养恩牧师咧联络看伊时间内拄好的时咱会安排预计安排伫4月因为4月阁有咱的总会的仪式所以这个部分等伊回复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会安排。另外就是各团契活动我简单报告主要的部分就主要针对提升学童的金句的背诵甲家长造就的连结咱特别要强化亲子关系的强化这个部分相关团契最主要的事工就是互咱教会内面这个长辈促进健康健康促进互因有乐龄生活参与志工的服务希望做一个健康快乐的乐龄老人这是相连的事工。福利的事工是强化关怀加训练特别是性别认同的部分夫妇团契就是各团契的联系会当强化强化这个关怀事工特别得胜者团契的部分爱伫遮甲大家报告因为这个整个校园的这个关怀的事工要做转型啦所以请兄弟继续为着得胜者的事工继续来关心。社青的部分最主要就是生命的成长。甲职场的关怀另外就是社青会友的中间的这个凝聚学校的部分主要就是持续让互因会当有造就启发因独立思考甲思维的能力以上报告。好，多谢有关咱各团契的
首长这回就无请因起来一个报告，所以咱若有啥物款的问题，我要邀请咱大家特别关心咱各个集体随上，若有机会，因为我知影小家团契嘛有咧暗中进行，所以这个教育部这边其实拢知影。求上帝特别扶持吼，那假使有机会，这个团契嘛会浮上台面啦吼，会浮上台面。愿上帝祝福，互透过集体来互相关心，这就是咱教会中间要紧的本色。所以咱互相来透过这个集体团契来互相关心。有啥物款的问题，即时会当来问。若无，我要多谢教育部的部长。好，多谢。刷来，咱来先开51页，咱要来请关怀部简称长老哈。咱关怀部头拄仔看和会手册看51页吼，这是阮2002年的这个组织，刷着看52页，52页这是2023年，就是今年，阮的组织内底，这部员、部长，以及阮有3个委员会，关怀委员会，甲服务委员会，甲这分散委员会，看迄个2002年的事工内底计划，有重点的遮拢总有16项，咱家己看，这16项是较重要。教会的集体关怀虽然是列27个，但是阮相信。有侪拢一寡真客气保守，嘛无愿意互咱知所以这嘛是来大家参考者，大家咧祝福祈祷当中刷接看和会手册54页，是阮关怀部2023年的工课计划内底有5个要点内底。这第一个就是这个根据咱教会小组8区这区长甲这区友，遮咱大家爱特别看。因为咱教会人数真正多，咱看和会手册头前看612个会友，咱这所谓会友，最主要就是包括接一只戏，但是无一只聚会，或者是讲人已经一只聚会，但是伊接伫外口，伊的事实、伊长亲，甲伊的牵手，所以咱要关心的部分真正多。所以这8区内底，咱需要这区长伊这同工内底特别爱召集这个，咱每一礼拜内底爱餐这个洗菜洗碗，以及咱在这目前有对这个咱65岁的长辈每一个月通过安尼关怀的一个活动，以及咱这个一寡咱敬老啦，是咱每礼拜又统一各集体，在迄个关怀部内，这个长子群内底来关心以及是伫个这个慰问金的关怀内底，拢爱通过这8区的关怀网来执行那关怀委员会内底，咱每礼拜有会长新集体的名单来协同牧师来去跟进甲关怀。过来说本会若有各项的活动的时，咱来交代事工，专是伫这个关怀委员会遮去，以及咱这个母亲节、父亲节、甲重阳节的敬老，是这个礼券，拢爱通过这关怀委员会来执行。第3项，这个服务委员会目前咱教会的停车场伫个地下室是16位，东门各项目前是20位。到时若是无啥够的时，咱会用甲东门教会甲伊签约咱爱餐久长，别个教会真侪拢还无实施，但是咱爱餐组这边遮咱通过一个用便当的方式折中，尤其配合咱教会，因为这实施了咱的礼拜的调整，咱的第2礼拜甲花语礼拜。以及团契的聚会的形态总变啦，比方讲双联团契，伊这一个第一场做好的是煞在10点半到11点半，这就是因的聚会。所以讲，咱的便当，咱的爱餐就无法度。伫迄讲实行早期的讲固定12点半，咱要大家合约来交易，无法度。后圣歌队、后双联团契、各团契，因的时间拢拆开去啊。尤其咱第2场的礼拜已经做好的时，已经12点半。所以讲，这个礼拜是迄个爱餐者爱餐组者做这个调整的时，本来计划3月份的时，是毋是实施讲来恢复讲正常的交易？但是靠那一寡东港讲无可能，隔个时阵有可能啦，实施12点半是双联团去，可能第1场做好时自回好，自安尼走啊，无可能我等到12点半食爱餐。所以这点部分还佫在祈祷中，看有啥物较好的方法者啦这个服务委员会内底这个，佫一个传道部配合这传道部，咱头拄咱传道部有讲过，咱的1个礼拜。
有选伫即个9月17第3礼拜吼，咱要来主办即个叫做小组型的即个野外礼拜。啊，个咱教会即个小天使计划，一年多内底有选12万伫当中遮吼。啊，希望一寡具体做了小的各团契，是各区知影关怀网内底有弱小需要部分来申请。第4个吼是咱的婚丧喜庆的委员会，同教会婚丧喜庆的委员会内底去大家从年里面规划婚礼，也是咧上述以及咱平安堂这个管理部分遮吼。关怀部内底吼，本身伊用的一寡表格，咱大家用参考吼。到时有需要伫咱的合会手册吼，附件是伫101页甲103页，这是要结婚的时阵要备办的，后是写遮。啊，是咱这个婚丧的时，丧事的时阵，伫104页甲105页，哦，这个上述这个吼协调会咯，一定要照这个表来填。第3项这个小天使计划，以及咱的庆委会的办法遮吼，甲表格伫106页甲107页以上关怀部报告。多谢。去年咱9月份就开始来进行爱餐吼，那真正是爱多谢关怀部靠这个服侍，实际上咱逐礼拜爱餐因拢有真大的协助，所以我每遍只要是厨房有开动吼，我拢会入去来因说多谢。我嘛要邀请咱大家若拄着咱食便当的时阵吼。可能咱今年度也暂时用这款的方式来进行，就亲像咱关怀部部长所讲的，实际上各团契聚会时间无得准确，所以可能无亲像过去共款讲一合伫同一个时间咱做伙食饭，总是不要紧，咱会当伫无共款团契还是小组的时阵做伙食饭，真正都有上帝特别的祝福，感谢上帝。求上帝赏赐，特别是今年咱。去年咱的野外礼拜反映回来是大家感觉会使用这款的方式，所以今年应该也是同款，请咱爱记是9月17，所以刷落去要推动的过程内底，会请各小组也是团契来设这个计划表，愿上帝祝福，甲咱做伙支持，特别多谢关怀部。然后有啥物款的疑问，即时会当来问。若无，咱多谢关怀部简陈长老吼，多谢多谢。来，刷来请行政部。好，行政部报告。行政部就是一个后勤单位属教会兄弟。牧师达部甲咱各位团契的这些首长所需要，咱做后勤的资源哈。所以行政部除了这个之外，都是咱整个大楼的修缮、改善设备，这一切拢是属行政部所以呢，咱还阁有真侪代志爱做、爱处理。请大家来甲阮关心，甲阮支持，甲阮讲吼，袂使阁甲别人讲，爱甲我讲，甲阮办公室干事来讲，到底咱的教会，什么所在是需要爱整理的吼？多谢，感谢。好，行政部的报告是第55页到56页，有啥物款的疑问要提出来无？若无，咱多谢行政部部长纪平长老的辛苦。上尾，咱来请财务部。平安，平安。财务部来报告吼，用较长的时间来报告一下吼。但先爱感谢咱的出入同工吼，甲咱的迄款会计，咱的会计干事啦、财务干事吼，伫将咱的报表整理甲真熟悉啦吼。咱的这出入吼，真认真来做这个代志吼。用因安尼，有当时做到3、4点吼，即摆有较紧一点吼，愈来愈紧吼。我报告咱看咱57页遮，57页遮吼，咱的今年咱有用咱的付款，咱有用网络银行来付款，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咱有两项，一个就是
咱配合迄个财政部要求咱的迄个奉献证明送，迄个联网伫迄落遐，有听到嘉南教会顶礼拜送出去吼，国税局要求因爱填一张表吼，迄张表来，咱迄个下一页，下一步的下一页。下一页来这。张表，希望咱大家只要伫咱教会有奉献，咱拢一定爱填。因为咱安尼，你毋免倒来教会开奉献证明，啊，你伫迄个资料就搜寻会到，财政部内底资料就搜寻会到。伫咱教会奉献，这甲当时，你若伫今仔日也是迄落吼，你无未填着，你咱的财务干说我会来补填。咱同好伫今仔日以前明仔载伊就要上传啦吼，紧填互财务干事，因为嘉南教会去迄落时要求即张。拢爱有即个证明，所以咱今年的做法就讲，你有填的，咱就用安尼送出去。有填即个同意书的吼，咱就无的，你若要奉献证明，咱的一个时间我都无填，找袂到对无？袂要紧，咱教会较用手工较都补开吼。这一项，第二项就是，来咱看下一页。这是咱的收据吼，咱若伫教会有伫服侍啊侍奉。咱即个名一定要填互对吼，咱看即个哦，咱的教会的名哦，足长的啦吼。你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教会，这爱装互对哦，迄个音爱转对。来下一页。你看即张就是伊即张电子发票吼，这检查法。咱教会通篇无啦。检查通编无爱安怎？咱通编几号？7885575条。检即个咱就对咱教会就袂使报，咱就爱都寄伊都去，寄等于拜托伊都等报来吼。来下一页。有咱讲讲，咱今年他奉献的迄个，你若要用编号的，请咱会记你写伫遮。咱的奉献袋后壁才有一个空的所在，请用编号。咱的迄个周报就会来看编号。因为更改过了，咱的系统更改过了，旧的迄个有迄落，即马即个新的系统无迄落，就咱都定建立伫即个所在。咱有奉献地，这有一个足重要，咱爱都注明。假使讲，咱的奉献地，咱是用夫妇两人，咱的缴税有夫妻合并申报嘛，对吧？但是咱的课除额没有合并申报的哦，所以你奉献什么人的名？你若假使讲我用林漳州夫妇，真实的，咱教会开互你的是林漳州尔哦。你若要讲两个拢开，还是讲要用吴丽云的名，嘛会使，你就直接写，登吴丽云，用统编登吴丽云，咱送国税局就用吴丽云的，这是咱的一个，这你若用夫妇奉献的时阵，请咱特别注意这点。好，下一页，好，咱的倒来，咱就来报咱的各团体迄个财务报表啦。你看咱的财务，咱这有写吼，咱的迄个各团体甲迄个各部，就是咱这后壁开始遮，就是各部开始各团体安尼一步一个来，咱看，因为这张表足大张的啦吼，都安怎用嘛是足细字的啦，所以我将迄个啥数字给列出来。咱看这个79页这页吼，咱教会看第一栏的第一页79页这第一页这个统计，教会的收入统计决算的部分第二页这决算的部分，咱就是收入7752717块。咱的支出5506880块，所以咱教会本身今年有剩2245837块。咱有一寡资产的迄落218640块，所以咱的现金结存教会的部分就是有剩2027197块。好来，咱再看倒来，大楼的部分。收入403万860
8,612块，支出603万1,532块，所以伫大楼的部分无够199万2,920块。啊，咱大楼有买一寡购置甲迄款迄个有65万9,942块，所以大楼无够265万2,862块。再来，下一页，咱合计，合计都是同后壁这边啊吼，变过合计，总收入1,179万1,329块，啊，支出呢1,153万8,412块，所以咱今年度无算咱的修缮啊，大项的修缮啊是资本的支出，就是有剩25万2,917块，啊，咱有买咱的资产的金额是87万8,582块，所以咱的现金无够62万5,665块，这是咱的决算的部分。来，下一页，咱明年的预算，教会部分收入1,462万5,000块，支出1,144万5,187块。咱今年教会的结存是317万9,813块，咱资产购置无伫内底吼，啊，咱的现金就317万9,813块。大楼的部分，下一页，大楼的部分，咱的收入395万5,700块吼，395万5,700块，支出462万9,200块，所以大楼部分无够67万3,500块。啊，咱的大楼要有整理，咱今年咱这间教会已经要到30档啊吼，要到30档，所以大楼顶悬咱的厝尾顶若啥有一寡你著爱整理的，有246万，咱大概要连246万，所以无够313万3,500块。来，咱看合并最下面一页哈，咱的预算的合计总收入1,858万700块，支出1,607万4,387块。啊，本年度的结存，收支的结存有250万6,313块。啊，咱扣掉咱的迄个要整理大楼的迄款就246万，所以咱有结存4万6,313块。咱过去2、3档的预算，咱拢掠负预算啦吼，就是讲咱大家无编甲够，啊，今年咱可能咱的收入讲，哎呀，咱今年可能照安尼啊，假使拢照安尼来行会剩一点吼，啊，这就是讲，咱要有咱的信心，讲咱要安怎互咱的教会会当搁较好啦，因为咱的大楼甲教会的收入，咱一寡人事费本来拢伫大楼，咱搬过来教会，所以较会大楼啊无会都付比较多啦吼，因为咱人事费咱敢人事费敢留咱的大楼需要的，迄个一定是大楼支的。啊，咱的建筑物的改善，咱拢变伫大楼。这是咱的迄个会计上的迄款改变吼。啊，倒来咱有各单位的迄款报表，咱来家己来看。啊，咱也有迄个财团迄个会计师吼，伫顶礼拜5有伊个会计报告较互咱啦吼。伫后壁遮咱拢会使来看，财务部以上的报告。好，多谢。这是第85页吼，会计师所出的这个报告啊，早起时伫小会内底已经有接纳过啊。咱爱多谢财务部部长的斗相共，咱也有注意到咱整个的预算，因为咱这栋大楼到今年已经28档啊，所以过去拍算咱是较侪对这栋大楼的收入来补贴咱教会需要，总是即摆是颠倒头哦。咱爱下季节，咱渐渐爱支付
这栋大楼侪维修甲建筑的费用，所以要请咱斗相共，就是做伙来关心咱的教会的情形，详时也知这个维护这个建筑物确实是无简单的代志。愿上帝保守扶持，毋是只是维护建筑物尔，咱嘛求上帝赏赐，互咱的圣殿，这间圣殿，咱的教会会当持续来使用，互侪人透过安尼来得到福气。那安尼，咱遮的所做，咱的奉献就袂白白空空来拍算去。愿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毋知即时咱对遮个财务有啥款的疑问无？会当即时提出来问。若无随上，我要请咱大家持续祈祷，无得确伫当场来问。总是咱若私底下若有啥物款的问题，请咱拢来问，不要紧吼。咱的教会其实是会计师保证的吼，所以是拢公开，会当堪得互人来查晓，拢无问题。所以咱上是咱的教会小就一本啦吼，咱无去做迄个内外小无，咱只有一本尔。所以请咱会当信任咱所做，总是嘛持续为着咱的教会祈祷，求上帝兴旺伊的教会，互咱的教会真正做上帝所赏赐的祝福。咱多谢财务部长的协助啦吼，斗相共，多谢吼。即时我要请咱的检校员，随上咱今年度有2位检校员，咱来多谢因，所以我要请因来小可报告一下吼，就是黄淑慧甲朱美玲姐妹。所以咱会使徛起来就好吼，咱看的时阵有啥物款的问题，咱会当徛起来回复。请淑慧好无？淑慧伫上后边吼，直接站起来跟大家讲你看的结果就好。来，淑慧先讲，来。是，好，谢谢，多谢因的辛苦吼，检校员真正辛苦的吼。来，小等美玲姐起来吼，小我看者，小我讲者，讲这检校的过程来。是，好，多谢，咱泡泡啊，多谢因吼，来帮咱减少啦吼，咱多谢吼。所以我要直接来进入咱的议事，就是咱现来第96页，请翻到第96页。我要直接进入这个议事，议案1跟议案2，我们先接纳刚刚各部的报告，好。毋知有啥物人要提议接纳无，请举手来。后壁已经有人提议啊，啥物人报名来？那个纪平长老，有记哈？好，来，有人复议无？来，主责长老举手了哈，赞成的请举手好无？赞成要接纳各部的工课报告，多谢，咱公决通过吼。好，第2案，咱要接纳111年度的年度的决算，甲112年度的预算报告。请爱有人提议啦吼，提议接纳，所以有人提议无？来，家副长老提议接纳，吼毋知有人复议无？有人复议吗？来，主责长老继续复议吼，好，安尼。赞成的请举手，谢谢，请摕来吼。好，第3案较特别，咱爱提选派本年度的检校委员，照咱教会规矩，随上美玲姐吼，朱美玲姐妹，伊阁会当延续，因为伊惊做第1档尔，所以我要请求伊的同意啊吼，愿意阁担任第2档无？第2档佫继续啦吼，好，第1位吼，咱多谢美玲啦吼，朱美玲姐妹，咱
今年度阁继续来担任咱的检察员。啊，第2位咧，咱爱选这个，所以我要爱人提名，毋知咱中间有人要提名，什么人适合来做咱教会的检察员无？啊，是有人愿意自愿讲，我会使来做啊？啊，是有人愿意？好，先来提名啦，吼，先来提名。上方面啊，伫咱身躯边是毋是有人有愿意，还是有人有意愿？来，我知影想祝福这啦吼，但是祝福这，伊即摆已经上年的过节啊吼，毋知有啥物人有意愿无，会使来做咱的检察委员，就是咱教会检察委员，先来提名好无？后壁有人举手吼，谁？雪梅姐哦，雪梅姐可以吗？好了，那个，好了，有人提名雪梅姐了哈有没有人复议啊？有没有人复议？好，来，主德长老复议了哈，主德长老复议。雪梅姐，没关系啦，就如果可以，就拜托你好不好？可以吗？哈，好，咱赞成的来，得下，好，雪梅姐，雅雅提名，然后主德长老复议，公决通过了哈，得下，咱已经拍啊。我伫遮大家会室内，就是咱伫113页这个早场的司会听书加114页这个第2场的听书司会听书，即摆拢小可有点改变。我们会修订完之后再公告。愿上帝帮咱夫妻，互咱的教会真正下主心意，并且有上帝特别的引带。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互阮做伙来主行看见阮教会事工，求上帝使用阮，互阮伫不管什么世代，拢通伫阮的时阵谨守阮的本分。愿通会当确实有上帝你的听，你的名伫阮中间，求上帝赏赐你的听伫阮中间，互阮愿意做伙来宣扬你的名。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感谢上帝，咱的好会结束。咱即马爱来唱因祝福车恳的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大家起立来应全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阮的主悲。预备上帝受死过后，要咱亲手家己，要咱亲手家己。
诚心观念，感人感动，徛起大人心内，三位地甲咱相通，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永远的上帝，你是阮开始甲结束，求你做阮的出发甲目的，伴阮今日展开的旅程。求你用阮的手参与你的创造，用阮的人生带予人，你赐予这世界新的生命。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电乐未到正前，但会请大家游玩坐你的座位上面，请咱的技师来发便当，请。好，咱的平安礼就是家己祈祷，互上帝来祝福你。